OK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梦亚 Channel。今天我们来学汉语一遍。这个字是妈妈，妈妈，就是妈妈。OK，这个是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那你说的是爸爸都可以。姐姐就是姐姐。哥哥，哥哥就是哥哥。儿子，儿子，这个是儿子，儿子。女儿，女儿，这个是说是的，女儿，女儿。安营，安营，安营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说的是下雨了。天气怎么样 ？OK， 这个是读的。天气怎么样？天气怎么样？天气很好，天气很好。天气很热，天气很热。